Eva 上次發咗條片，青少年創業大賽嗰條片啦，都有啲家長嚟問，又做啲功課唔足喎，同大家再解釋一下，即係再講詳盡啲資料大家聽下。我呢邊都好多家長嚟問，佢哋好想佢啲小朋友嚟參加。咁咧，我哋就要詳細同大家講講嗰個情況啦。首先咧，呢個青少年創業大賽咧，我哋係接受30位青少年嘅報名嘅，咁係先到先得啦。咁咧，呢30位嘅青少年咧，將會分成係6組人，每組5個小朋友，五個青少年啦。咁咧，佢哋將會組成團隊咧，咁就會有導師帶領佢哋。咁成個嗰個比賽嘅過程咧，係歷時4個月嘅，每一個月係作為一個階段，每一個階段咧係有任務去完成，有功課要做，有功課要交嘅。OK， 所以4個階段一路咁樣做落去，係由8月份一路到12月份。到12月份嘅時候咧，到我哋總決賽，咁佢哋就將成個佢哋做嘅嗰個 project 咧呈現出嚟，咁就由各位嘅導師進行評比。咁我哋評比出嚟之後，頭等獎係有1000蚊嘅獎金，2等獎咧係有500蚊，3等獎咧係300蚊。咁呢啲獎金咧就會由呢個即係佢每一支得獎嘅團隊嘅嗰幾位青少年咧評分啦。講完未啊？講完啦。講完啦。問題咯嘛。好。第一個問題，啲青少年參加使唔使俾錢㗎？唔需要。我哋作為非牟利機構啦，咁因為攞到咗各大銀行嘅贊助，咁樣我哋咧係可以免嗰啲報名費，就接受各位青少年嘅報名嘅。但係一定係先到先得，頭30位。即係第一個問題就係唔使錢嘅，唔使錢，即係唔係嗰啲咩培訓啊，即係交錢嗰啲，冇報名費。第二個咯喎，咁樣。好。咁如果啲青少年嚟咗呢個比賽，有咩得益㗎？佢哋咧將會喺呢個過程當中咧係學到好多創業嘅基礎知識啦，同埋好多解決困難、解決問題嘅思維方式同埋方法嘅。啱啱有講過啦，成個比賽咧係會分成4個階段嘅，每一個階段咧係有佢嘅目標啦，同埋佢嘅任務嘅，係成個比賽咧係模擬設計到咧，佢哋係真係自己去成立、去創業、去成立一間公司、去做一個生意咁樣嘅情景嘅。聽嚟唔錯啊！梗係唔錯啦，你唔知我讀咩㗎？你讀咩㗎？講波㗎嘛？講波嘅咩？OK。你讀咩㗎咁啊？有咩大 project 啊？我讀書嗰陣就學呢個㗎嘛。OK。咁各位家長聽到啦，唔需要錢嘅，咁然之後有得益嘅，分分鐘仲有1000蚊。係啊。OK。咁報名啦，大家。好，歡迎大家報名，盡快啦，名額有限，報名請早啦。